这个新闻要来关心发生伫学校的代志。台北出名的私立学校在刑守学的董事长张公正，涉嫌伫过去10年内，将这个家长替这学生囡仔额外支付这双语啦、才艺课程这费用呢，欠入去私人的人头口座。检调初步估计，侵占的金额超过4000万。这个案件经过民众告了后呢，台北地检署将指挥这个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兵分12路去搜索，并且约谈在刑守学这个董事长啦、校长，也有相关涉案的人员，总共有9个人。这个董事长张公正甲校长杨行分别以150万块加20万交保。你有侵占公款吗？穿蓝衫、留长头装的小姐，有调查局人员压力，紧紧行入去台北地检署。伊就是台北市老牌私立学校在刑国小校长杨行，检调接到检举，伊和董事长张公正，各有学校的行政人员涉嫌侵占家长6个教学费用，金额超过4000万。1000万是花到哪边去了呢？会不会觉得对不起学生跟家长？经过报名问询，校长杨行挂喙暗人点点，坐起车顶紧闪。交保部分，董事长张公正以150万交保，和制作警出海。校长杨行20万块交保，剩的被告包括总务主任、会计主任和出纳，拢总7个人交保。检调追查张公正涉嫌伫咧过去10年时间，使用双语教学在艺课费用，欠入去家己的6袋内底，侵占超过4000万。6号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处分12线路调查客家办公室，专案为公益侵占，各有洗钱罪侦办。我们是觉得我们在新以后毕业的学生，最基础上面最重要的地方。伫创立学校的理念是公家找个专科，张公正是在行创办人朱秀荣的后生。要家己讲到，囡仔时真自主，写过真侪悔过书。国小时常在看题的人，就是训导主任。老师嘛捌讲伊个性纯真、光明正大。即马说表亲情争气，唔让互老母创立学校的名声臭臭去。北市教育局今仔日讲，会组专案调查小组，2天内底去学校调查，若违法地罚150万。限期内若无甲所用的钱补上去，全体董事会就拢会担起连带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